在個鄉鄉跳那麼，願意嘅小要求不變，願意嘅快樂做得歲歲年年，下愛今年，犧牲一切，衷心嘅為你來祈求助念，希望你幸福，身體康健，希望你平安，雖然遠在天邊，下界3年，平安人生最快樂一段時間，下界3年，平安人生最快樂一段時間。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歡迎大家來收看今晡日嘅福氣來咧。頭先大家聽到咧，東河台高上，韓國看到咧 MV， 係咪覺得哇，非常享受呢？呢是係金曲歌王車兒會嘅提九種專輯。解散年有當代嘅故事，就哋同大家來分享。先來分享今晡日嘅大來賓，金曲歌王車兒會哥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阿偉哥。東橋魔術節目咧，禮拜發行咧提九種嘅專輯，全部大家聽。耶，掌聲歡迎！呢種專輯解散年後，談起來講，係你人生當中最快樂一段時間，搭配嘅 MV 操咧，好像在沉思嘅嗰種感覺，風趣來安這樣嘅畫面。其實我看嘅嘅 MV 吼，本來係一種啲淡水啊，我本用讓我翕嘅相片，後來像我學生嘅係兒童的插畫家，佢用田螺落去變非常發嚟嘅海岸，變做彩色嘅，本來係烏拍嘅相片。咁個就嗰種來做嘅專輯嘅封面，還有 MV 咪係用兩種圖來做。非常簡單，就係跳那麼有點就係天通嗬，有點風嘅感覺，要做一張明路上嘅簡單嘅 MV，情有動態感，所以難怪，因為你係一半樣嘛，咱一人翕嘅有愛的照片，所以翕起來冇窮用。其實講嗰3年啊，其實係講你人生其實有當多團嘅時間，我想係每一段時間全部有最快樂嘅一段時間咯，比如講寫世界啦，初中啦，嗬，高中大學啦。其實我台底下係我高中3年，還有大學嘅4年，過得非常快樂，因為高中讀嘅係美術班，全部學畫圖嘅朋友。那大學除了讀緊美術系以外，能夠參加3美社團、佛學社啦、詞曲創作社啦，還有華岡合唱團。哇！所以講，還有我嘅初戀也可以。其實個大2歲的合唱團發生。你跟我一樣係重點係嗎？太太已經原諒了，這就是過去的一段。對。所以老東都係每號全部記錄喺呢種專輯地度哦。呢種專輯發了2年嘅時間，是係你喺呢北藝大讀書嘅呢2年哦。我覺得很扎實的生活，因為呢咪係你嘅畢業製作。其實呢2年我終於大學哦，唔係讀碩士嘛，個學士後學生班呢。就是學士而已，我終於要讀書，同學全部從我來我安排。佢上課時，佢真是讀到2個同學嘅聲音哦，一張係國小同學，一張係大學嘅同學嘅聲音。真嘅係你嘅同學嘅聲音啊！從我倆今年52歲嘛哈，從如果早婚一點嘅話，差不多嘅聲音差不多大學畢業嘅。所以我上課時只是有2位同學嘅來了冇了，係同我做同學。哇！嗰貼片我強嘅感覺，不過你一擺轉去當然係充填嘅哦。哇！你動認真哦，一個學期修20幾個學分。一個學期對，都修滿滿。其實大禮拜就出英語模考，平常係8點半上到10點半，有啲老師上課上到阿布拉11點半。你係講朝先8點半上到阿布拉11點半。你幾年啱上課啊？差唔多，從嗰拜6拜日做你台底表演嘛，嗬，那就大禮拜6英語咯，來製作了唱片。其實有拄到個疫情啊，所以錄音是個時長嗬有 delay 嘅，所以講兩種做差唔多2年嘅時間，做2年嗬，
读书，还有来做那种地球种专辑。哇，谈起来你讲很忙碌，不过谈起来当简单，做起来是冇当简单，系当困难。哦，因为非常无限，做专辑其实会发动到的时间，尤其那种专辑地图参与动到的咧音乐好朋友伙伴，来同大家介绍一下。好，那种呢，刚才文化部又补出了，所以讲，来动想走一种精致又好听的专辑，有大量的弦乐啊，礼拜要强斗李星云老师、范仲佩老师，还有侯志坚老师，还有张凯雅老师，还有蔡旭峰老师乐手呢也全部推办最好的那种乐手，像该Musa 啦，像该大头啊。Roberto 陆家俊啊，全部小白老师最好的乐手贵重专辑全部原音乐剧来走的。哇！其实他这个唔对哦，其实李星云跟妈妈是中拉的客家人，范仲佩是个江西的客家人，其实两位全部是客家人。就拄到的是你哋望下也客家人啊，係咪要出客家專輯嘅時間，那只會撈音聽球。那這張就把他們都找來一起玩。都有年輕妹哈，一種專輯地圖用大量嘅弦樂，還個有拉丁嘅音樂風格，包含你家頭咧改3年哈。但強改3年，因為有動到嘅副業，就有分抒情版跟深情版。一可以從愛談嘅專輯，當然是用浪漫抒情的開始啦哈。你有巴薩諾瓦風格，巴西的巴薩諾瓦，改性侵版呢，親親哈，就是稍微比較豐厚一點。來雙子座哈，應該是做兩種版本，因為專輯按照改3年嘛，我就想最前條最後背哈，用兩條冇強用歌曲冇強嘅版本來互相回應。冇強用嘅編曲。加糖都係 Roberto 變的，我即刻又變一隻版本按照深情版。哦。係，嗰條下衝掉，嗰個版本下衝掉，下冇強用比較鋼琴的版本。但那種專輯就蠻按照復古嘅拉丁風格。因為其實你睇田螺洞鳳片哦，睇下做專輯哈，動作全部田螺洞鳳片，不過田螺誒電子的音色糖紅豆嘞，反而就是人就是不滿足嘛，那就想做一種復古嘅嗰種專輯，全部係真實嘅樂器，還有個弦樂嘅。你所謂復古意思係講全部用正經嘅樂器嗎？冇單強調，還有因為其實都係寫過一些從改3年啦哈。專輯啲味道，還有從秋葉啦哈，還有從翻從嘅鄧雨賢嘅《月夜愁》，還有《楚信發》。其實佢本身創作嘅歌曲有些就感覺佢係嗰種時浪到流浪年代嗰種老嘅拉丁嘅抒情歌曲。就本身寫歌曲嘅時間哈，就想起係復古嘅種曲風。哦，有沙田嘅感覺。其實唔係特別沙田嘅，因為寫歌嘅時就地基係復古嘅風格嘅，所以講就撈啲都有歌曲變用下，來做一種專輯。哦，改編曲嘅時間，哇，這個拉丁哦，大家為咗到底係人也係權利恩利嘅身份。不過談起來融入地圖，包含還有咧所謂古調、台步調啦，安個翻從鄧雨賢老師嘅音樂啦，咧加入去，本咧種專輯感覺咧客家嘅色彩濃厚。係，其實我想吼，想做一種有乜講從江蕙安慶的客語專輯，因為個江蕙唔係去打破了一般人對閩南歌嘅個刻板印象嘛吼，還有非常好嘅編曲啊，非常好嘅錄音。兩種其實因為有補助吧哈，太好嘅錄音是6個，還有全部樂器全部真實的。係，我就想做一種從那種客家的江蕙專輯啊，不過唱歌的人是我這樣。哦，所以呢種專輯發動到事件，動到新片，動到錢啦，差不多2年的時間。嘿，安個呢專輯吼，我知道呢本吼又都從書，好像回憶錄。對啦，一打開來一本台。嘿，我是一打開哈，就是這個有種暮色的感覺哦。看呢啲咧，演到阿威姑哈，啲海孫，可惜看到這個就是22歲到50歲當到盛發的相片，就改3年就有嘛非常特別當sen起都事情啊，特上冇強嘅師團像高中啦、台學啊哈，32歲到50歲嘅時間，還有老外其他冇嘅強下翕。係，你一起動到又出現係有樂器，好，韓國大家出去了，韓國撈聲音呢，強下嗰種，你看。你係你吧？梗係我可能1-2歲嘅時間。哦，你係老妹啊？係老妹。好幸福哦！所以看起來香港有主持節目嘅時間。主持係有乜講？50歲依家
生命回顾啦，就非常跳摆动作圣洁的事情那样，那些点点滴滴美好的回忆。所以呢，種專輯記錄咧，也會講以前多嘅故事哦，用呢唱嘅方式，包含有詩，有以前嘅味道、填詞曲啊、主題曲啊，呢度寫嘅歌曲，哪個咧重新嘅編曲。也有特別啦，客家填詞都寫嘅歌曲，從該財神年前去，還有本來會演圓啊，該寫嘅插曲很多完美。係完美。哦。還有上半年前客家填詞連續劇。很多旅途嘅主題曲，不過全部那種全部重新編曲嘅，全部要重新編，本係家全新嘅感覺。係，還有啲客家傳統嘅山歌，還有陳奕迅先生嘅兩條歌曲。係，大家都好奇，當上啊彈下啊都會音樂，等下多在喺節目當中繼續同大家分享哦。山啊哥，청나心마음哪里開了？太陽路行啊一朵山。大家進到福氣來咧 ，Rita 今半日同大家分享下日會嘅第9張專輯《街3年》，哇，家堂咧太不條，所有嘅朋友係咪時候很陶醉呢？如果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發覺以前都專輯嗬，地圖會插到客家傳統嘅曲調啲啲地圖。其實我搭張專輯全部會翻唱1-2條客家傳統嘅歌曲，因為我感覺做得老傳統歌曲嗬。來做素材哈，最容易保存到啲客家嘅特色啦。咁我睇到啲大步調係用嘅客古典嘅方式來改變嘅，像個 Roberto 用嗰種西格威啊，呢種古典吉他嘅方式咯，然後嘅范仲培大提琴來對話，係客古典係簡單嘅方式。最尾也有像蔡徐峰啊，用到嘅管風琴啊，還有鐵琴，不應該嗰種有種宗教嘅感覺。有點就是宗教的神聖性，還有個古典的嗰種莊嚴性。係貼起要識嘅啊！係，其實本來我彈到兩條大步調嘅時節，我就想用古典嘅方式來改變佢，因為我感覺兩條歌當簡單也當優美哈，但是用那種使用古典嘅方式來改變，會非常貼切。我未有唱過呢一首歌曲哈，但是我唱嘅時候我知道，哇，呢大步調冇幾好唱，因為佢有一種。有情感哈，是那種源遠流長的感覺，去表達。係，其實兩條歌雖然簡單，不過其實你要唱要每套啊，確實冇咁簡單。係，唱得出來哈。咁除了呢大步調以外哈，我就地圖收了2首陳奕迅先生啲嘅歌曲，我就一貼片。係，其實有乜會變落去？其實有幾隻原因哈，一隻係我跳擺有乜？二郎郎上面是一沙發樹下嗰種專輯吼，要用嘅18姑娘，嗰條歌曲唔知用乜嘢嚟做，得到大家非常中意哈。大家非常好唱。15年來，所有合唱團全部都係唱呢條歌曲，全部會唱。所以我我就講陳奕迅先生很多好聽嘅歌曲啊，其實喺就個來選2條哈，用到專輯第8圖，日本大家來翻唱。譬如講我感覺。
月夜烧哈，月夜烧啦，月夜愁就会去最浪漫的一条歌曲，哈。所以我们重新用客家话添上歌词。不过其实月夜愁呢条歌曲其實係最每一張翻新的歌曲。因為太子家對呢條歌非常的熟悉哈，那就講下午紅啲哦，那就緊改到最尾錄音時間到最後的時候，最尾6號一條歌曲。哇！還有因為本身呢條歌曲係跳擺係講嘅日據時代的推別史，危險就在三山路，喺三線道哈就係中山北路，嗰係全台灣的最發的一條路，所以講二人呢重新來表達呢條歌曲呢。那就想，場景喺喺台北，不過呢啲台北最鬧嘅可能係東區哈，所以講呢條歌我都喺寫差唔多係講什麼10點以後哈，華納微笑電影散場的，對。台北 City， 風眼65，送對。所以變到嘅歌詞有一點現代感，台北 City 啦哈，還有已讀不回，讀音樂時間非常多，有乜嘢就冇插入來哈，已讀不回。還有嘛，青春無敵，所以講時常強調二人重新翻唱呢條歌曲，希望本期有現代感嘛。哦。還有講到人可以跳隨性化，隨性化我感覺係田徑上哈最淒美的一首歌曲。因為19年前我因為規劃嘅百歲名單嘅演唱會，然後跟國台交合作。我就研究所有作品，我就發現到呢一條隨性化，哇，後邊故事非常感人，係跳擺嘅太平洋戰爭嘅時節啦，嘅世界推翻嚟嘅資料嘅物資哈，非常嘅缺乏，所以講加埋時勢就瘧疾過身體咧。所以講佢哋一本學音樂，將來哈趕回來做傳，咁進推翻家嘅太來鄧仁甫來接機啊，去碼頭接機，叫做妹妹嚟就叫。抱着他兒子大哭，非常感人的一個故事。不過後邊你熟悉的嗰種後來歌曲，還是填上了這個情歌的歌詞。所以講我即個也想可能用情歌的歌詞來寫下好。所以講你要隨性化，我就用那種拉丁復古的感覺哈，加上這個拉丁的巴恰塔，有點像安尼嘅輪吧。重新來改編那條歌曲，還有加上嘅Bandoneon，就是手風琴，本地復古有種淒美的感覺。哇！就希望聽先生聊兩條動學團嘅歌曲呢，睇即個做得找個彈到。做啲現場重本大家彈喎。你從啲隨性化好咧。好。你彈啲改編以後，冇人似量咁個喺人嗰種愛情嘅浪漫。嘿。秋風吹起，風也漫天，奈何日記不是傷悲，飛上高興，幾多深情，水流動意，花落飄零。要記上你，你敢愛的，你嘅迷信，長流夢裏，濃情美意，兄下兄弟，風雨無情。老燕歡離，莫在傷悲，失之流淚，風塵夢境，看破歸。
就用那种有点宗教意味了，就是这个红尘的感情的梦就像一场空一样。嘿，哇，该3年发生的了的事情。俺个发觉像如果讲你有变下有得像经典的曲歌，老几天入客家的歌词吼，本大家对了歌曲有新的一种认识吼，像我讲18姑娘开始唱到了两首，好到从了传统的，你发觉了写歌词的过程当中吼，其实地度的情感吼，父亲你知道了。爱情啊，亲情啊，你用扮演现在家人的创作地度。我想七情六欲哈，当中感情全部是两人生会经过的事情啦。所以讲亲情爱情全部会变落去，有时看到流浪狗也会变作歌曲啊。不过我因为。情歌还是很重要的啦，就是说，因为人世间这个爱情是最迷人的一件事情嘛，所以讲其实两种哈，该上面两条歌曲其实是写本7个初恋的女友了。好，总算讲出来了，是吗？把秘密讲出来，老婆已经原谅了，因为该也特别为佢写的歌曲，所以第二种专辑有一家纪念性是，好像跟自己的初恋做一个。画下一个注解，哎呀，嘿，其实也有一条谁故事。其实，写该条歌曲的，该是初恋女友2年前猝死，其实也纪念算顺本机啦。因为佢老公当场係睇生，當叫冇盡屋下，幾本嘅人去看天陽，然後佢係兩個聲音很細，骨重嘅骨小，咁啊佢看天陽嘅時間，佢用跳那摸埋松松住口偏到就是靠在他先生的肩膀上，就这样走了，就在戲院走了。哇，所以我哋都動浪漫誒。係啊，不過唔係喺同走睇但已經聲音很細，咁你從街上面你條歌就送本機嘅。所以寫嘅時啲朋友要講，緊要為我寫歌曲麼？喂，我下輩專輯為我每老伴娘來寫歌曲。好，就老婆謝謝你，燒飯洗衣感謝你。所以你也都要第一給吧哈。所以讓大家預告第10張專輯所在堂的余威哥跟他的老婆小孩告白，哎呦。第10張專輯也你下都喺做了，因為也有拿到文化部嘅補助。係一種搖滾嘅專輯。你今年寫了咁多搖滾風格嘅歌曲哈，我希望下一種係一種拉丁復古的抒情專輯。第10種又想係一種非常純粹的客家搖滾的專輯。所以你曲風係跳動態，做冇共用嘅。係，我當中全部會變來變去，有乜講？其實我做得，我就希望做得有乜？本嚟客家音樂有很多嘅可能性。搞冇共用嘅東西。係，雙子座比較愛玩。好，今日談嘅歌曲，大家沉浸在這個浪漫的一個談嘅故事，心肝都有得唔盤的。不過你也是生命當中會發生嘅。你哋大家係解散嘅發生嘅哪啲故事呢？陣間係你多盡量以後，希望做得繼續談到好聽嘅歌曲。譬如講啲都要講到你哋大家話溜溜飄飄過熱的麼？啲都要首歌曲係叫情深詞。聊一下，繼續進到節目當中咧，你來搞音樂哦。大家進到節目當中咧，今日嘅節目裏邊，茶餘會呢，佢帶來嘅新嘅專輯，當然你咧唱嘅餘會歌哦，你咧金曲台詞啊，餘會歌就像你本身係學美術的，你學西畫，你用為行業咧音樂嘅路，用辦開始，如果有人想要走音樂這條路，用來建議，談哪條音樂？其實本身係好發圖嘛，吼，那本來從可能就從爸爸也佢用做係一張美術老師，不過其實我即刻冇發現到全世界所有嘅零用錢哈，全部可以賣給卡帶然後重編，其實就非常熱愛音樂的。哇！後來因為各種都好重過哈，但是也冇後買樂器。就參加合唱團，中正高中合唱團。後來台後呢，又參加詞曲創作社、吉他社，還有個合唱團。其實有乜講咧？高中啦，台後參加音樂社團，對我影響非常大。後來台後開始咧彈吉他，學習彈吉他，就開始咧創作。不過
本來係只愛樂者吼，有咧即個咧唱歌嘅時間發現到，有唱歌比畫圖哈直接。有乜講咧？你相信因為畫圖吼，你要表現一種，比方說愛，因為可能係畫100個點鐘，長出來翻身。其實來畫嘅時間，嗰種情感一次在變。如果你寫好3分鐘一條歌曲哈，做得有乜講？好像記錄當下就成永恆了。對，用兩下用電視啦、唱片啦、radio 哈，還有某種台下的重演過，你的歌可以不斷的重製，然後3分鐘就可以讓你有乜講？那感覺音樂是更能夠穿透到心靈裡面的。很直接。而且非常特別，佢做得串，那個冇做得表達哈串的東西。所以講，後來就寫歌為主，發圖即個時代下嘅發圖啊。興趣啊喲。咁以前聽來的歌曲。頭擺聽很雜，從有乜講，為寫客家歌曲，其實也受到嗰種廣東歌曲嘅影響非常大。當然個西洋嘅歌曲，從7人樂隊啦到9人樂隊咧，嗰種西洋老歌啊，也影響啊非常大。就有乜講？特別因為1980年代哈係個香港影視最發達嘅時間，嗰些動作紅海天陽啊，從個港劇楚留香啦哈，天龍八部，還有許氏三兄弟嘅天陽，那個特別談到有廣東歌曲做得寫安好聽，有乜any客家人種的咧哈，所以講該時間用廣東歌曲、西洋歌曲，還有個特別夠重嘅時間啦，談到個末代皇帝的配樂。最近又該好像重新復刻版，談到個版本容易哈，用一中國的樂器來寫按好聽嘅嗰種配樂。嗰些當一夠重來彈，當一彈到個會叫出來會流眼淚。又想到個末代皇帝嗰種和那個劇情，還有彈到個從張國榮的《閻麗歐莫里克奈》就寫教會啦，哈，狂沙10萬里，還有四海兄弟，哇，都好經典哦。西洋的那個大師，有乜講？古典音樂其實對我來講，還有氣力啦。不過談到從閻麗歐莫里克奈佢嘅嗰種電影配樂作品吼，哇，按好聽按簡單，不過你找個對古典的嚴肅音樂有興趣啊。其實也屬於種呢啲配樂養成一體。所以彈嘅當到冇唱嘅音樂，變形嘅養分。哦，到彈冇唱嘅音樂，該對你畫圖按樣創造，也是會有不同的刺激。係，有啲人講彈喺歌曲會唔會上到一張圖啊？哦，那入畫面，可能係一個學法都有關係。有人講一條你假設講你彈一條好彈嘅歌哈，你中意嘅歌曲可以帶你進入一個境，一個虛擬的境。他這樣形容講，假設講你倆表一條你自己最中意嘅歌曲，好像可以把你帶到過去，好，從一張時光隧道。某種從帶到你走跳白到女朋友初戀的時候，就因為我只是一條好彈的歌可以帶你到一個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入畫面，好像帶我們進入另外一個時空。哇，咁期待！所以係講有喜歡音樂朋友做得透過咁樣方式，你空間倒彈，然後可以試着創作。你啊當放片用手機啊，用電腦打開來時做得了咧。其實也唔是本安太壓力哈。你其實你有沒有感覺就我今天肚子很餓，我餓得要死了。你就這個把就是你可能有幾個意念，就把那意念先簡單的唱出來。人家東風片啊，手機要溜下來，大家慢慢挑，慢慢修。但是變成一首歌咧。其實跳板從演做面機啊，記得唔係樂器啊，演做咩歌叫按好彈。其實但係用歌上，我感覺其實歌曲最早就係靈魂對生命的一種感動的一種詮釋，一種釋放。好聽，所以而家按差唔多要30年嘅時間，投入音樂，投入客家音樂。差唔多，其實第一條寫嘅歌曲差唔多1988年，到而家也差唔多，點樣講？寫歌大概有30多年啦。不過出道出第一張唱片係1992年，開始因為係第9屆大學生歌手，所以1992年。30年咧。如果說出片嘅話，應該是28年。我寫歌曲嘅差唔多30年啦。哇！按看過來用時間過嚟講係冇？一下係啊！你講人生，假如講冇講做得過到80歲，因為倆52歲，出20啷年咧，那種出倆20啷年做埋事情咧，就做這個想做嘅事情啦。特別其實你動到幾高嘅事情哦，你下到倆歲數，就50知天命哦，其實動到特別有下冇感嘅事情，應該都可以放下。
就做这个好想做的事情。专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實係非常幸福。包含你哋嘅進到教院去，去一個進修。韓國下半年又會到花蓮嘅慈濟大學去教書。因為有冇10月1號到12月31號，慈濟大學邀請嚟去做個駐校藝術家，啊，本來好像動從係個助理副教授嘅薪水，所以講我會到該篇教法圖教有冇藝術跟音樂欣賞，拜2到拜4阿布拉有各4個小時的課，但是講花蓮的朋友有機會就在度來旁聽我上課，談下啦分享啦，法圖啦音樂。因為喺藝術的空間地圖，做得本自己投入，然後我覺得可以忘卻很多的，唔該講可能揪心的事情、emotion的事情，唔過進藝術的兩邊，做得本自己才會轉性強了。其實我感覺，就從廖仲專輯哈，該上年那講就是盡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時光哦，弘毅大師有講悲心交集啊。可能我想差不多有30歲、40歲那種觀眾朋友，如果你滿了30歲，我覺得對人生會有越來越深刻的體會，就更多的愛，更多的不捨，動手該悲心交集。就你經歷過這麼多感人的事情，但是有那麼多的不捨，我想出來你下我自己對人生的感覺。當複雜的情感，不過因為愛用音，我就能量動到。做咗讓佢變做冇強嘅嗰種歌曲啊，用。有愛情的東西，有快樂的事情，有冇pandai的事情，全部就係撈佢寫下來。係吼，總算呢30年吼，咪發行9張專輯，其實呢都冇簡單，咪希望一起啲咧客家音樂路吼，真的有一個很堅持，不然你有好音樂。因為前度我同身邊嘅朋友記得講，記得會接觸客家音樂，其中會睇到嘅是係你。因為你人唱各方面都好聽。韓國厲害後生人吼，大家對客家也講，你自己本身在做客家吼，相信。可能有人講好像會有點迷惘，你係以前到底客家嘛嘅係你愛發揮嘅重點，因為本你買建議。我想每本客家安排報復哈，因為我寫來寫客家歌，從特別後生嘅時候會像熱血憤青啊，我要改變客家歌曲哦。我做咗兩下動作，我寫一條歌曲，我做動作做啲讓我歌聲聽嚟阿公阿婆做啲到幾條分享，動作重複幾條彈。所以講，你一下好像火氣都消掉了，就做為客家動作影響一些做得到客家嘅通言對法，還有做得到歌聲聽嚟家公家婆阿公阿婆撈嘅對法，係個非常快樂嘅事情啦。其實有乜講，示範地本圖所有嘅事情就做嚟寫歌，唔是要安排包袱嘅。不過你還有隻現象，就你下下挨兩隻世代嘅那種重組者，其實對客家話嘅嗰種表現啊，還是可能越來越弱了。可能下冇按曉得講，冇從你講啊，可能啊，寫客家歌最重要係嘅客家話講合掌對哦，但是用你客語講冇拿好，可能從呢種冇客家。有困難哈，好，大家繼續加油啊哈！剛剛上最末我係要唱有一個哈，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溜飄人生夢》，因為呢首歌曲係連結到下一張專輯，今日頭先提到有搖滾嘅風格。搖滾嘅風格，第一個係歌詞係永情到心中寫，歌曲係愛寫，所以加前頭講到嘅對人生悲心交集嘅感覺。你來談，到底用乜溜飄？人生有乜嘅夢呢？上山水流光，馬沙木質含金銅，風塵流浪歷經滄桑，當初面容茫是夢，笑看後生夢，豪情破萬重，永不空。硬頸為理想，朋友兄弟中難打崩。倆張的昂，溜飄千帆風霜。
上山水流亡，马沙木之汉金头，风尘流浪历经沧桑，当初烟涌满是梦，笑看后山梦，可尽破万重，永不空。难敢为理想，朋友中提出难打崩。俩张的我，流飘千帆风霜。希望如果個今日喺節目當中再次恭喜發行新嘅專輯喎，希望今日會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今日嘅福氣來咧，希望大家會喜歡哦。每邀請大家訂家下技術聽你先生來做認同了，希望大家長來了。